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要过年啊，大家好话爱加讲几句，祝福人年年春，年年富，出门驶免路，金银财宝逐项有，明年煞咧起老啊厝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老，老啊厝的老，读老后老第五条。有人说老，老就是超过2层楼的厝，或者是讲一栋厝内底其中一层。假使讲一栋厝内底会当起起落落的坎仔，咱就讲是楼梯。落去到下底，咱讲楼骹；爬起到顶悬，咱讲是楼顶，嘛有人讲楼尾顶。较早西洋式的厝，有人讲是西洋楼，嘛有人讲是番仔楼。这个文音读做楼，老楼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老仔厝，意思就是超过2层楼以上的一栋厝，咱讲老仔厝。第二个词读做半楼仔，就是咱即马华语咧讲的楼中楼，嘛有人讲是半层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政府针对半楼仔的厝，拢有相关的规范。就算是咧楼尾顶、1楼或者是厝尾顶做半层仔，也是有严格规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楼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